晉城地產高級營業經理姚仲堂表示，屯門愛琴海岸第6座高層 F 室，實用面積約654方尺，3房間隔，外望山景。據了解，單位原開價600萬元，經議價後以553萬元沽出，累減47萬元或約7.8%，尺價約8456元。姚仲堂透露，新買家為同區租客，看見息口回落，供樓平過租樓，單位為3房間隔，經議價後決定拍板入市。至於原業主在2014年以505萬元買入單位，持貨約11年，現轉售賬面獲利48萬元，單位期內升值約9.5%。資料顯示，愛琴海岸位於掃管笏段管清路2號，2002年入伙，共有7座，提供1624伙。